舆情虽是王老板有错在先，但绝不致死。你们坚持追究马昂责任，合情。可是于理，我昨日探访了全城4所药堂，才知道王掌柜去年秋上就胸闷昏厥了一次。这是他时常开的药方，都是些治气血虚弱、养气通络的方子。吴老板，所以于法，王老板的疾病史也是死亡的重大原因。综合考虑，马昂应罚，但罪责减半。此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罪责减半，那以后只要欺负咱为商的，罪责都减半怎么办？就是啊，正是，所以光情理法要破眼下这难局还不够，就要用到一个砝码，那就是诸位熟悉的利。杨秀才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此案不若和解。和解？对，若是诸位信得过，何不让本人斡旋个君子协定，让马家批白致歉，讲明事实，同时赔偿操办丧事、抚慰老小的足额银两，也让令尊能早日入土为安。当然，也可以听他们的，把事情闹大。只不过想好了啊，拿令尊之死做筹码给别家博弈。你们是不是被利用了？这真的是共赢。